守護藍色國度需要我們共同努力。海洋是生命的搖籃，絕不是垃圾桶。然而，人類不斷破壞海洋，帶來了嚴重後果。無數海洋生物因誤食塑膠垃圾而死亡。海水污染更令魚類失去家園。當海洋生態受損，人類的健康和未來也將失去希望。讓我們一起用行動保護海洋，締造優美環境。